诶，安怎关起来？你甲伊迄个停止分享，停止分享，不是哦。有一个停止分享有无？停止分享。安尼吼，诶，不是。对对对，安尼好。好，安尼咱就来开始吼。嘿，大家好吼，真欢喜吼，这个时间咱伫遮见面吼，然后有看到张医生啊，有甲我送吼，真善兄，即有开镜头有看到啦吼，嘿啊，咱读册班吼，洪总，嘿，佫有一些伫遮拿来一直入来吼，我即摆一面入来啊吼，好，真欢喜吼，今仔这个时间，就是要来分享咱即本新出版的册吼，就是号做为无到有的赢者吼。你听这个册名就知影啦，本地空啥物拢无的啦。好啊，咱就甲伊变做一本完整的册吼。啊，今仔日主要要甲大家分享这个过程，阮是安怎做出来吼。这个功能就是读册会吼，所以读册会所生出来这个力量是足大的啦吼。嘿，啊，我上台先吼，我要邀请引带我入门。吼，来台语界，我的老师张福柱医生，伊嘛是影响我爱开读册会，一个足重要的人吼。早期阮拄仔学的是，老师甲阮开一个读册会，就是互阮读迄医学台语、读身体理，全部拢无是汉字的，我真正错到要死。啊，毋过吼，足补的，大概读完就感觉我去进步足济，所以我伫迄阵就是有一个想法，讲安尼读册是足好的吼。啊嘛是因为读册会是一个需要尊重、需要正经甲伊当做一个足重要的代志，所以伫迄阵，就算我转去到宜兰啊，我也知影讲明仔载要读册，我那是拼转来，所以我是用安尼的精神在用这个读册会啦，这当然是受张医生所影响的吼。我一路行来嘛，张医生影响我足济啦吼。即马因为咱这个册会成就起来，其实张医生甲我斗相共，尤其是咱赞助人这部分吼，会使张医生出面的较济啦吼。咱嘛有看到进山兄嘛，拢是赞助人吼，佫有几位，我会照这个吼。名单安尼啦吼，一个嘛是有想要讲话安尼，我就大声来请张医生甲咱讲话吼，鼓励完一下安尼吼。好，咱甲张医生拍拍啊。好，请张医生。好，多谢吼，大家较早吼，大家出头天哦。金花老师出版这本册是，老实讲是足无简单的啦。这本册我教你知啊，608页，608页，哦，是足够的，足够的。伊自从敢若是2003年是无？03对，03吼，03来社区大学跟我学白话字了，就开始做认真伫拍拼啦吼。迄阵我捌甲伊开讲，我有甲讲，准则讲，敢若有一个人要学吼，咱嘛爱教啦。所以，伊知影甲我即句话当做伊的迄个什么座右铭，我毋知影座右铭台语要怎讲，我袂晓。所以伊一直拢有伫教，一直教。教了，伊嘛参加我的读册会，伊嘛感觉读册会真要紧，所以就伫仁武遐做一个仁武读册会，就是台湾罗马字协会的仁武分会啦。伊遐有读册会。那就是2000几年、07年开始的款是无？嘿，对。2007年开始，就真认真读册。尾读到这本，读到这本那春水兄写的这本叫做无影无只，读了因感觉真趣味，就想讲要甲伊用白话字，因为伊迄是汉字，南一撮罗马字写的。金花老师就想讲要用白话字改写过来。伊问我意见，我甲伊讲当然好啊，愈济愈好吼。咱有作品
有作品真要紧。吼，咱即马大家可能小可有感觉啊，咱的就是对母语注重的人愈来愈侪啊。吼，即马学校嘛有正式的课，而且伫阮高雄市阁有一个实验学校，台语实验学校，所以有愈来愈侪的人在要伊即个母语的问题啦。这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好，准则讲大家对母语足有趣味的，安尼咱要安怎保留这个母语？毋是干那用嘴讲，咱这代人若食老拢翘去，就无去啊。所以爱留落白纸黑字，留落文献，足要紧。哦，你看迄个啥，犹太人叫人灭国2000冬，四散去足侪无共的所在。因1948年建国了，就开始搁再继续写。因伫咧1972，我若无记毋对，1972就搁得到诺贝尔的文学奖啊！哦，现怎会遐厉害？因为因自古早因的祖先就写留落真侪文件，有宗教的，有音乐的，有文学的，有各种因历史受悲伤的历史拢有留落来，所以因要甲母语救回来真简单，因为你著去读，就救回来啊！咱台湾人，其实咱算，咱一直拢互人统治嘛，吼，拢是统治者的语言是国家级的嘛，国语嘛，咱拢爱学迄日本时代嘛是学国语中华民国时代嘛是学国语。所以咱对家己的母语，老实讲，咱会晓要注意，会晓要保守，迄是最近几十年的代志呢。特别是最近差不多30年左右啦。哦，所以咱的人对这个咱的母语的文学作品，还阁老实讲，还阁毋捌啦。伫足初步的阶段啦，你若看咱的作品，你就知影讲，大部分的作品看起来拢真无达到迄个真正文学水准的程度啦吼。这当然是因为一个口语要变做有文学语吼，迄爱有作品，你爱有写，哦，你写才会进步，你写才会想到讲，这个想法我要安怎讲？你就会去想办法去找这个词，看要安怎讲吼，看是要甲日本话借词，还是甲中国话借词，还是甲英语借词，拢袂要紧。你要去想，吼，像咱讲的，其实咱在讲的台语的内底足侪是，毋是台语本身的，像讲你啉酒嘛西，迄是原住民的话啊。吼，做代志无阿萨里起毛字袂讲，迄是日本话啊。起毛讲是日本话，佮斗台湾话啊。吼，日本话是讲起毛字嘛，台湾人就甲摕来摕起毛来斗一个讲，斗一个歹，变起毛讲起毛歹。吼，迄就是咱去个有袂想要表达迄个感情，迄个想法，但是咱毋知影要安怎表达，咱就会去想足一个办法。上好的办法就是写。所以我今日要甲大家建议，就是讲，咱爱写。咱来写你的台文要写啥无要紧。我的想法是，我家己有写过几篇啦，还未出册。我写我家己上界有感情的，像讲我写我的妈妈一世人足困苦，我写伊的作品，我写甲拢会目屎流。进前较早早期1920年遐有真侪学生甲我讲，我读你写的妈妈是哪读哪哭，哪哭哪读啦。就是写你上界有感情的，你上界伤心的也好，你上界欢喜也好，你上界起毛歹也好，拢好。你甲遐个物件写落来，迄就是你的生活，迄就是咱的历史。你甲伊留落来，咱后摆咱的子孙若讲好，阮要来用台语要来对抗华语，我要建立台湾人的文化主体性。咱定定咧讲台湾的主体性，但是
拢无去讲到文化主体性，甚至我最近有写过一篇叫做台语文的主体性，迄个国科会有甲我收入去因的论文集内底。哦，咱爱继续写，啊，拄开始写当然写了无讲足理想，无毋对，无要紧啊，你着一直写，你着一直进步啊吼。所以我要甲大家建议就是讲，咱爱尽量写啦吼，啊，读当然爱嘛，啊，写嘛爱嘛吼，啊。上尾啊，我简单讲一个我的想法，就是讲，对我来讲，我认为咱的白话字、台湾字是上界理想的文字啦吼。虽然讲教育部嘛有创一套，但是伊个是算音标注音的程度嘛吼。啊，咱的白话字，我拢个叫做台湾字啦吼。我伫2000年出版的迄本册就叫做台湾字 ABC 啊。哦，我的意思就是台湾字就是 ABC 就是台湾字。哦，啊，因为这个作品已经有150章啊嘛，有足侪内容啊，有文学、有医学、宗教、文学。我想大家可能拢知影，迄什么铁达尼号啊，迄内底嘛有啊，吼。啊，这个灰姑娘 Cinderella 嘛有啊，叫做花筒啊，哦，拢有咱白话字拢有迄款物件，哦，啊，而且全世界在研究台语的人，大部分人嘛拢知，大部分学者嘛是拢使用白话字啦吼，所以白话字我认为是，伊是一个正式的文字，啊，这是台湾人家己建立的，台湾人真无简单。伫迄个历史迄个丰富的中间，会去建立台语文的主体性，这真正是上帝送咱的物件咧。这若讲靠台湾人家己无才调做这个工课啦，这是上帝送咱的物件的礼物，所以咱爱好好甲保守啦。哦啊，上尾一句话，要是建议大家少少来读，少少来写。哦啊，安尼咱台语文的主体性的建立，台湾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啊，若是讲真正要建国，嘛是爱有这个文化的主体性，才有法度啦吼。我想我用安尼报告我的心情，多谢。多谢张副处医生吼。张医生拢一直在讲话，从头到尾在讲话，就是爱写。嘿，所以拄头啊，熟悉的时，其实是会晓写，讲实在有学，但是毋是即时会晓写。啊，毋过迄个声音有留伫我的心内，所以就是捡起来用吼。啊，等到我开始出册了后，伊拄着过问讲：啊，你今年要搁出册无？搁会用即种方式，即当然嘛是一种鼓励啦吼。啊，各种的机缘，我着正经就是一直写吼，啊嘛是用这读册会。靠足侪人吼，啊上重要就是讲，无迄个经费，甲公部门请嘛，无一定请有的情形之下，是张医生出来甲阮做后援安尼啦吼，所以几啊本的册啊，张医生甲我写书以外，嘛拢有赞助啦吼，一只嘛是咧搁再感谢老师，除了伫白话字遮领袖，阮甲你是拢共款的，跟对你的骹步行啦。啊，阮所教学生，我嘛是请伊跟对我的骹步安尼行啦吼。就是白话字，咱就是一定爱安尼顾落去，继续安尼吼。好啊，接下我就要来请咱迄个进山长老吼，进山长老来甲咱鼓励一下吼。伊嘛是阮吼赞助人，安尼足认真安尼甲阮吼，一直伫边仔陪伴阮的一个重要的人吼。嘿，啊，进山长老，你敢有听到？诶，伊拄则有，即嘛无看到吼。安尼会使吗？有看到啊，看到你啊。好，啊，请进山长老甲阮鼓励者。好，大家平安。我真正是感谢上帝吼，互我认捌这个信仰，啊，佮甲我的母语捡倒来，啊，甲我较熟悉的人，拢知影讲，我3岁之前我是伫客庄，阮阿婆甲我带大汉的。嘿，啊过来，3岁外到国小，我遐同学有个拢外省啊，
就是拢中国派的对啊。啊，一直到我国中还到台南读册时，我知哇，遮侪人拢讲台语，结果我煞会晓听，煞袂晓讲。啊，我真正足感谢讲黄庆元老师甲我教白话语，啊，佮互我熟悉金华老师甲咱遮台湾为关心台湾的友志吼，为着台湾的文化，啊，伫遐对我台语有足大的帮助啊。其实张医生甲金华老师一直拢咧鼓励讲爱写爱写吼，啊，我真正足蛮皮，我拄写一篇尔。写一篇，嘿，我嘛知影爱写，我知影写足重要，所以我最近嘛是拢拜山去台南教一个传道书，长老教会传道书，伊嘛是因为白话语无过，啊，所以长老教会今年佮用新的制度，对传道书要去到牧师这个阶段，都需要听讲读写，这四个部分拢会爱熟悉，才会当成做牧师，安尼，所以我就甲长老教会总会，我真肯定伊的认同有安尼做改革，安尼。啊，当然，伫台语的领域内底，我算囡仔啦，嘿，搁咧学习啦。所以有当时我无法度100%甲人对谈时，拢用迄个台湾话。有当时啊，可能词老想袂出来，嘛是爱搁用华语的词安尼，这个是我较歹势。我是真认同金华老师伊的拍拼，因若是写册、教册、读册会，啊，搁去做囡仔鼓，所以只要是对台湾建国有意义的工作，我拢会我会开力来斗相共。安尼，我嘛会继续斗相共，我嘛尽量我看是毋是家己自我要求，一当嘛搁来写一篇啦吼，安尼较袂像张医生讲的，拢用喙讲的，结果无留下白纸黑字，将来遮个物件拢会失去。嘿，昨拄好我甲几个朋友咧谈，我身躯拢会囥一本吼。金华老师的遮编的册，结果这个姊妹伊会晓拄啊好，伊会晓读白话语，伊个会晓粤语。我迄本册随查出来讲，这本送你，拄啊好安尼，这是上帝安排是遮尔拄啊好啊！我甲伊分享谈多张医生讲的，讲迄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应该讲犹太人，因太遮尔会当遮尔紧搁起着因的诺贝尔文学奖，伫犹太人因囡仔12岁进前，12岁进前就爱甲圣经的旧约的头前5本迄个人讲的摩西5经拢爱背起来，毋是读是背起来。迄5本是交，迄5本就是人讲的迄个以在圣经的对啊，所以因的国家会用有意识，就是对因的基督教的信仰的教导。当然，咱的教导就是爱像张医生还是金华老师，咱咧继续拍拼甚至像坤哥伊啦，常常咧写写词我感觉我做伊的词我伫教会广播写常常看到，还是讲伫迄个一寡杂志有看到我嘛感觉讲伊足赞的安尼所以我会搁继续拍拼陪伴啦。讲要叫我像金华老师安尼伊真正体力有够好诶，我真正有够欣赏伊诶，伊迄比少年人搁较好体力安尼。我做以上的分享，好，大家平安。好，感谢长老对啊，其实大家身躯有无共款的能量啦。我可能自细汉就超过头去阮是做田人的查某囝，细汉的基础其实到即马真正体力是袂歹啦拄好台语嘛是我教伊的我感觉需要做的，所以全精神啦足感谢长老一直阮自熟悉安尼，伊真正有当时就阮讲来园来讲一个，伊是要讲什么代志。
讲有关台语未来前途的代志安尼吼。所以是足甘心的啦吼，阮就一路安尼拢三甲甲阮支持，囡仔顾，这是囡仔知，颠倒爱阁愈侪困难啦吼，总是有偌济就做偌济我会遮尔有力嘛是因为后壁有遮个后援啦吼，这个靠山安尼啦吼，好感谢长老吼，好接下咱就要来请阿坤吼，坤哥，坤哥上好打的吼，这10个内底伊上好打的，伊就来甲阮写安尼吼，请坤哥你开麦克，请你讲话，你的麦克爱开哦吼。好，大家先拜，大家好，好，要安讲，在座来讲一件，我嘛是拄啊算讲初入台语界的时阵就对啊，来咧学习吼，有哪真有机缘，就是讲咱咧做头路的中间的时阵，拄啊算讲，我应该是23年吼，迄个2023，拄啊算伤闲啊，都看到社区大学的时阵就对啊，较有迄个咧学台语的吼，初思想是讲，咱自细汉就咧讲啊，对毋对？嘿啊，这台语较着个学啊，吼对无？即摆去学了的时阵，吼金华老师的时阵，吼带了讲，这台语算足深的呢。这咱家己的台湾话呢，为虾米的时阵就对啊？咱拢该放袂记的，吼就像头仔进山遐所讲的时阵就对啊。台语你要，咱一般拢我会晓讲啊，我会晓听啊，吼，但是写读，吼，咱就较难。尤其是个算讲接触到迄个用罗马语，吼，来白话语来学的时阵，哪有趣味啊！吼迄个啥，算过去咱咧读豆菜鸡的时阵就对啊，英语吼拢感觉的时阵就对啊，真袂顺啊。毋过这是写台语，无写英语，吼来念台语的，足趣味的啊，感觉加正有文化的，吼哪学哪趣味，搁来。老师若咧讲啥货的时阵就对啊，咱算戆打吼，初出来咧学毋知影讲咧啥货的时阵较困难啦，吼伊若咧招，就是讲读册会啦，也是讲买地行大要做啥物送迄个台语的观摩啊，吼就拢甲讲随喙就甲应讲好，有一工的时是讲，阮你敢有要来迄个分写白话语啊，阮也甲你排落，敢好安尼啦，阮也甲印就好啦。较早讲反悔的时阵就对啊，毋是咱讲的遐尔啊简单啦，就碰到真济的困难啦，加在就是讲，咱即个团体内底伫英语读册会逐个会先摆拢请互阿坤一个机会任何人甲伊问啊，就拢会甲咱指导安尼啦金华老师也好啦迄个严老师也好啦甚至乌卡马桑啦互我姊啊，互我姐姐遮先辈甲阮指导互我算讲较有机会即马算讲较有迄胆的时阵，戆胆即马较有胆渐的时阵就对啊，来算讲对写作的时阵就产生足够的即个兴趣安尼啦所以讲我踮遮算讲若做一个提醒，咱若算讲有来咧学啊希望就是讲啥，爱唱坚持一条歌毋好看中午来算讲就做甲荒废去这是我感觉足要紧的，一路行来，我虽然程度无介好，但是的时阵拢肯学，无长，这是算讲上介要紧的啦，伫遮嘛感谢，包括算讲张医生啦，在座遮的先辈，感谢互我有即个机会安尼，以上感谢。好，多谢阿坤多谢阿坤。
因为伊上会当代表讲一般诶台湾人啊，谁那要来学，伊嘛工课上无啥物压力啊，半退休吼，啊会选择来学台语然后，即个像张医生拄仔伫信息才有写，食饱营营才有文明啦吼。我讲伊上勇敢就是其实学无介久啦，吼啊遐困难还未解决，我想啊无你就哪写哪解决啦吼。在伊真正有勇气安尼做伙做吼，所以阮终其尾是完成啊吼。哦，就感谢阿坤，啊伊嘛是咱赞助人之一啦吼，到处来去到处钱安尼吼，甲你感谢。安尼接受我要请阿秋吼，阿秋毋知上线未？阿秋，敢有？有啊有啊，有听到吼。有，嘿，我有看到你啊，好，阿秋你好。我拄好来台北。哦，安尼。嘿，这运站。我迄落。我下捌8月2就是金华老师来宜兰教迄落教阮迄落开两期啦，啊两期拢有参加。啊，其实我早20外当前去社区大学学着去遐上课，啊老师就讲上宜兰学啊尾啊就是尾手老师讲叫阮写一个甲宜兰有关系故事啊是啥就对啊，我就是讲要写阮阿公的故事啊，毋过迄阵我台语敢若会就是汉字啊，我罗马字还袂，毋知影有罗马字嘛，啊，就写甲哩啦啊，嘛是买一寡字典上来看，我感觉迄汉字足费钱，要不拄好佳在2019年金华老师有来离开罗马字的课。啊，我感觉有够好讲啦，所以我嘛加去写，啊，就写应该有5-6篇啊啦。啊，即摆拄好金华老师就要出一本无也无食，有为无为伫有甲无迄个为无到有，为无到有诶影食，即本。那春老师的册，我就感觉真赞啊！一定爱去啊！啊，我嘛希望听讲过来阁有迄个教育节复习的册嘛，要阁翻做白话字吼，我足期待啊！去做咧像拄啊，刘医生讲的讲，大家写啊，甲咱的故事用白话字甲留落来，好，多谢。好，多谢阿秋吼。实在阿秋就是为 COVID-19 迄当时啊吼，种种的困难，啊毋过继续到即嘛吼，伊对白话字的认同吼，啊甲支持啦吼，咱有志其实大家拢有看到吼，就感谢阿秋的吼，爱做嘛是爱有经费啦吼，啊经费上面咱真正看阿秋吼做足甘的啦吼，甲咱台湾界赞助真济安尼啦吼，感谢吼。啊，阁有赞助的人吼，阁有迄个任老师。啊，任老师，你敢会使简单讲一下？伊是阮迄个读册伴吼，嘛是阮日头花。啊，即摆是讲任老师，你来简单讲一下，好无？你敢有听到？有时间啦，3分钟。3分钟吼。因为你等下有10几分通好讲，你即摆先用。拄则阿秋讲迄个王玉蝶。迄本册咧吼，迄个咱台湾写有关台湾诶，迄本已经是翻译好，啊，毋过咧，即摆等咧校稿啦吼，教授遐较无用吼，所以小可放伫遐吼，啊，大家期待啦吼，迄就是阮一直做想要做诶代志，即个好，即摆来讲倒转来即本册吼，就是即本册，我感觉真趣味的所在，就是讲迄阵当咧读的时候，有足侪人读的都毋敢来读啦这当然有一寡，咱有一寡过去是即个社会上，还是讲即个甲即个汉文化是即个文化的内底产生的一个状况啦所以咧，我今日我可能会用较侪时间来。讲即部分，毋过则留伫后壁讲就是
就是因为伊有遮个特别性、特别的所在吼，所以迄个我就讲下我足认真去想讲，我毋是干读这本册啦，我就想讲，像即款的册，咱要安怎互大家会愿意来加读过当一寡咱台湾人对一款迄个垃圾话啦，还是讲什么粗俗的话啦，还是讲这种较负面的即个看法，是毋是会当有一寡改变所以咧，当金华老师伊提起讲，要咱来翻译我嘛甲真支持啦真支持所以安尼大家出寡工出寡时间会当个加减出寡钱变做这本册出来伫遮个希望大家来做伙分享。我先讲到遮。好，多谢任老师好，佫有其他赞助人因无用起来就是有韩明勇医生甲易经丁律师咱南社甲大陆会佫有发基佫一头花阮小团体啦拢有甲咱赞助所以这本册形成伫遮佫再甲感谢赞助单位安尼好。即马接下来时间我就是要来甲大家分享是安怎阮写这本册我先用这个简单的这个来讲，请问恁有看到我遮未？敢有看到啊？有看到未？无看。快来。有啊。有我先看这个啦有几下我先安尼讲阮一本册出来，其实阮的目的就是要互较侪台湾人来写的人，毋是足厉害才会使来写，只要你有意愿所以讲阿坤是一个足典型的，伊有意愿伊肯伊就来写所以阮用这个微博到有就是到尾也出版了我个人当然就是有做一寡工课啦，拢甲台语有关系安尼即马要来讲的这篇要互大家看的，就是讲咱这本册，阮翻的这本册，这内底就是汉落的字啦。毋过伫咧读的当中，定出现卡着的现象，所以就决定讲，若要翻写白话字，咱的符号就爱做准的，所以就卡考遐的符号是轻写还是随情还是要什么款的记号，要变调还变调，就会变做是一个足大的爱去注意的代志安尼啦。所以伫读这4课啦第一课就是无影无食伊伫写的是迄个炭坑迄款的生活日本时代留落遐个经济力第二课就是心格，就是伫讲校园内底遐个人事职务因为心理遐个状况啦第三课就是讲着低卡箍你讲建后了的经济，伊经营木材店，内底家族的故事啦人有贪心一寡人生的下场安尼第四课就是伫讲爸囝，即伫讲一间五金行经营店所发生的一寡故事啦，即看起来拢是足一般的故事啦毋过互我想要写的原因，就是因为内底足侪宜兰腔。就寡宜兰腔啦，所以哪读就讲咱慢慢读嘛，开真侪时间，无咱就来写好无所以是因为安尼啦讲起来，这本册是第二遍读，第一遍的时就是安尼看过，感觉出心色的是因为阮拢迄几个就差不多拢有会人伫读，对迄个语数科课无啥物问题，足紧就读了所以到2022年，阮去读的时就无共款啦阮就有一个外国朋友，就是学甲我送伊读伊对这台语文的语数，伊就有足侪斟酌甲问题啦。透过伊的问题嘛，引起阮爱安怎斟酌，讲要安怎去互人真正知影咱的文化所以就是阮用白话字来写了后佫用迄个日语写一段时间了，我就想讲甲学甲我送提出要求，讲无咱来写日语敢好啦想袂到就是伊有哪
答应吼，我那有讲好要来写安尼啦吼。哇，落尾我看伊是会使讲开足侪时间伫即部分啦吼。所以咱嘛有达到讲日语甲台语、日文吼，台语交流的即款学术的即个部分啦吼。啊嘛做认真味的啦吼，有台湾味的。伊换做日语，同时伊了解台湾味了后，换做日语啦吼。所以阮就感觉讲，这物件吼，就是咱张医生讲的即句话吼，声音是主角，文字为声音服务。咱的台语文读起来一定爱就是台语的音，爱准安尼吼。所以才有即本册的迄个开始安尼啦吼。好，安尼我即摆就来用另外一个档案来讲吼。一个真感谢吼，今仔日伫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啦吼，伫遮会当参加即个时间吼，互阮来发表安尼啦吼。咱即个你看才有229啊吼，我会记伫2019年去美国，迄阵做伙去台湾营吼。迄时阵第一届看到林汉吼，甲咱遐个台美人拢做伙安尼伫遐吼。迄阵有讲着讲要来从即个世界文化论坛一直到达吼，我感觉即个坚持嘛是足无简单的啦吼，将代志要做，咱感觉看起来无啥，就一礼拜一届啊，其实足无简单的啦吼。好，阮读即本册吼，就是咱有看到讲做伙写的人啦吼。今仔日上线的无拢总来吼，其实阮是有10个人安尼啦吼。好，册写好，其实讲即个日头花，就是阮足大的精神，就是安那拄着困难看正面的啦，迄叫做向日葵啦吼。看正面的，你有困难你看正面，看到光你就较袂毋知影黑暗的痛苦啊，然后其实是足侪无好的所在，毋过阮就安尼行过来吼。日头花就是真感谢任老师甲我做伙做日头花，真济做袂到的时间吼，拢因为有任老师到做安尼啦吼。好，所以阮的任务读册会一开始嘛是因为熟悉任老师了，阮做伙做吼。除了伫任务遮用读册会以外，阮嘛有去电台放送教罗马字吼，迄是张医生迄阵组织的一个团体。所以了后，阮做真侪代志。毋过今仔咱的重点是要讲即本册啦吼，所以我就会用即本册的内容来讲吼。嘛真感谢咱张玉文教授吼。因为伊有即个学术的基础啦，伊有即个规范式的语言学即个概念啦吼，互咱会进步啦吼。为伊的册看到后壁我会讲吼，所以感谢玉文教授甲咱写书吼，张医生写书。当面作家写书吼，那就是伊就是写书当然伊授权互阮来写啦吼。伊今仔因为过忙，就无法度来安尼啦吼。咱赞助单位就是拄仔讲的遮几个吼，台乐会、南社、发基甲日头花安尼吼。好，个人吼，就安尼甲咱赞助吼，借恁的花声，搁再感谢一届吼。欠一项都袂使啦吼，所以为无到有，着人，着钱，着时间，着毅力、身体拢爱安尼啦吼。好，落尾最后要出版，咱嘛是爱顾文字整理吼，所以感谢庆珠甲咱做文字的整理，好，再送去出版社吼。到对哇，这个足成伫迄个掠毛神仔的代志吼，就是咱迄个一鸣甲吴金因两阿某吼，为迄个。高的白话字遐，安尼一页字，一个读一个对，安尼吼，哇，到对甲做顶真的啦吼，我感觉因两个真正做厉害吼。日语的部分，咱有看到即个那老师的后生吼，嘛拢来到对安尼啊，即我讲我上写迄个日语的部分啦吼。迄个哪写唔对哟？歹势，我佫改无着啊，有想要改佫改着。好歹势，是的吼。搁即个维修者甲咱方面设计吼，上尾就是咱出版的所在就是ACA吼，搁一个出版社，就是利用小者对后壁嘛甲阮一直整理，一直有毋对的小所在，咱甲阮调整啦吼。所以咱就是感觉一个物件要形成，绝对毋是一个人尔，毋是虾米人，是所有的人吼。而且吼，搁再感谢大家吼。咱即本册就是
为2022年的2月到2025年的12月上尾讲吼，迄阵印出来安尼啦。本来伊问我讲，敢要跨年甲2026，我讲买好啦，2025年，所以将近要4档啊吼，所以这嘛是看到大家吼真有耐性。啊，因为这是第3届发表啦吼，之前咱有伫学校先大家，因为我伫遮教吼，咱的学生我拢有互因知影讲，这个位无够有诶，这个影者迄个符合决定出声吼，上典型诶就是随情变调迄个部分安尼吼。所以其实心内有想咧做诶代志，若无团队吼，你是无气力诶啦吼，啊嘛爱有人支持吼。咱讲来讲去也是伫讲重要诶代志，伫遐是爱有共识，了后才有后壁诶气力吼。这就是咱伫学校发表。迄间有另外一班啦，啊，落尾迄班先等于上课，就剩一班安尼吼。嘿，嘛是大家真支持安尼啦吼。毋茫讲大家私下即部分诶，愈来愈毋免伫遐蹲地啦吼。好。啊，因为我就是大陆会人武分会会长，啊，我做读册会吼，所以阮所做诶代志，其实拢是因为热情啦吼，嘿，啊，因为先定伫讲爱迄个，爱精密吼，嘿，爱精密安尼啦。啊，我感觉白话字就是会使用即个词来讲吼，伊会当写甲做精密啦吼。所以阮对即个读足侪册内底了后，我也读着无影无食。想要甲伊改写，我讲过迄个原因，就是因为内底出侪是宜兰腔吼，真正有互我想起父母、想起家乡迄款的。就写安尼啦吼，嘿，这是针对那老师的。其实阮有哪有写着迄个王耀德迄本台湾课文的历史啦吼，接啥可能就是迄本嘛爱登上吼。啊，参加的人拢总安尼10个。啊，一人30页，看起来敢若无介济吼，啊嘛有材料做3-4年才做会完成吼。啊，较厉害的就是日语的部分吼，是我甲我送家己一个写的吼。啊，伊个校对做一摆，伊有叫伊看手倒看，啊，佫叫叶青倒看，伊家己嘛一直校对20几摆吼。我真正吼。爱甲伊拍呼啊吼，真正就是13届呢，13届，13届毋是23届哦，13届嘛足无简单啦吼。台语遐我到过6届，我都兼要阿弥陀佛啊。好，所以嘿真济，咱伫读的当中有真济困难啊，坎坷的所在吼。所以阮这读书会其实无公开吼，10个人讲好哦吼，咱是志工哦，啊咱做伙做这个代志哦吼，啊咱来做伙进步。吼，是有这个共识啊，阮同意做伙做安尼啦吼，嘿，啊，做到即张我想要来用即张呢，就是要甲大家讲吼，高的若是无效，就看阮外校写外校，但是若无一个机会互你去发表嘛，是无啥物啦吼，嘿，所以就是拄啊伫即个时间吼，嘿，有去做舞台的人，就是蒋伟文教授吼。伊举办这第6届台湾人文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所以阮就决定讲，我这个论述吼，要安怎加一个符号，决定出声，我要来遮发表吼，所以真正就报名参加啦吼，时间就是2025年10月吼啊，这2天有真济越南的学者来，啊，阮有哪伫迄个时间正式发表吼，甲一个读这会所讲的物件伫遐发表分享安尼啦吼，吼。啊，这册出来了后吼，我嘛足甘心的啦吼。阮这个算这是我的学生因家己组的一个协会嘛吼，这少年辈，嘿，看到阮安尼册出来吼，都办一个新册发表会啦吼，啊，阮去发表安尼啦吼。好，毋过这在所有的目标拢是讲白话字啦，嘿，重点是你白话字吼，要安怎写安尼啦吼。所以这台语文伊的重点嘛是白话字。咱拄则张医生有讲着吼，教部有一个写法，毋过迄其实是注音吼，所以咱着大人啊，啊咱搁要正式来写台语文，有时间咱嘛有可能会去参加迄个诺贝尔文学奖，咱当然爱用白话字啊吼，嘿，所以遮拢是一寡感想吼，啊咱会当看着讲一路一路一直行来安尼啦吼，啊，嘛爱有人写好的作品，嘿，啊嘛爱有人愿意去跟随。吼，还是喏，小可客客吼。
啊，接线呢，咱共款即个打到吼，咱就昨昏吼开始4月70开始，就咱老师就落去开一个台语写作，吼安怎写安尼吼，哦，咱就会当搁吸收，咱即辈人要安怎去教下辈啊吼，所以这是一个正式的一个课程安尼吼，嘛甲大家报告者安尼。嘿，是讲写安怎要写，除了拄仔讲着讲对迄个腔口以外，其实吼嘛是有去读到真济文献啦。搁有啲解学生的作品，其实拢有拄着做这问题，过来就是甲我上安尼，遐尼济回应，我要安怎甲这个问题浓缩，拄仔好看到蒋玉文教授这个《台湾元气宝典》这本册，这本册恁会当去网络顶悬吼，你会当家看标为字版的吼，伊有伫网络互人看，嘿，伊内底伊就有迄个随情变调的符号啦吼，嘿，所以继续就是用迄个记号来写搁较完整的台语腔口。嘿，拄仔共即时我嘛拢有看到即个阿凤仪5度空间担任的文学选，拢共这时阵拢伫这时阵看到，就会感觉台落的册你读的时，发音的困难，你也拄着你足歹去家正确读出来安尼啦吼。所以落尾就决定要用蒋玉文教授即个物件吼。伊的册就是写即个《台湾元气宝典》内底，即马白话字版的是下面即个吼，嘿绘本是一个留美的语言学家，是一个学者吼，伊写出来物件点点伫遐，无搁再有人搁讲吼，伊2003年的款即本册吼，了后我就感觉讲，这物件遮好用啦吼，所以阮伫读册会时，我一直去留一本，嘿，就感觉搁甲老师有计较。我就感觉讲，咱应该爱甲伊写出来吼，嘿，嘛是因为我感觉上互我反应足好诶，讲安尼伊随看有呢，安尼就分得出来，所以我就足都好大胆吼，嘿，就继续读咱老师即本册，就拿甲遮物件放入去，嘿，后手阁有2本，我嘛拢甲咱老师签邀请伊授权互阮写吼，目标当然是当做练习啦吼，咱在咧要搁安尼出版可能无法度，咱会使伫读册会继续来。甲伊吼进行安尼啦吼，嘿，遮就是咱看到我感觉上嘛吼，伊等下甲大家分享吼。我感觉足欢喜的，就看到这身，而且有写人物吼，我足请赢吼，我欢喜讲我骄傲，我人物我骄傲。毋过咱用台语人我人物我足请赢吼，嘿，就是足样嘿，表达一种心情啊。咱参加这读册会是欢喜的啦吼。看这个诗，一撮一撮一点一点安尼看，嘿，咱就把这个诗吼看起来安尼。边一张是阮去行搭了后，文德兄吼伊画出来吼，嘿，真正是足实在的路行过，拢家囥伫这本册内底安尼。这就是阮伫读甲册读完了，请拿春水老师甲阮做导览啦吼，去看这探坑，实际去看讲天车是啥物。迄个电池盒仔是啥物？就是去看故事内底所写的安尼，嘿，了后阮有搁一个聚会，线顶的读册是无含济啦吼，咱等下咱看我甲我上看，咱拢读几摆安尼吼，嘿，所以这本册安尼出来吼，嘛是已经手安尼小路抱着这本册啊，其实这个过程是安尼啦吼。过来我讲的参考文献就是这吼，因为这本册是教会遐出版的吼。教会界是伫甲咱讲这罗马字安怎写，拢有一寡规则，这是固定的嘛吼。一定有人教讲注音母音啥物，伊讲较后壁有讲着固定轻声，甲随情变调。毋过伊的符号是用共款2点的迄款的，伊的轻声符号甲随情变调是用共款符号啦。所以安尼吼，阮就头毛咧烧啊，都毋知影这是安怎读啊吼。阮就是感觉无好理解吼，所以就尾看到郑教授迄本的是，原来已经有另外出安尼会使区别的吼，嘿，毋过足少人知吼，所以就尾阮就是用这个方式甲伊出来吼，就是用这个符号吼来甲伊正确甲啥写出来呢吼，好，所以遮个字内底较需要去刻考的，就是譬如讲说这个这个这个字伫台语内底用法的复杂啦吼，嘿，甲对吼，即类啦吼，嘿，甲袂，就是这几类，这拢是咱定伫书写，
咱理解学生的考卷所拄着的，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逐期就是遐个问题。那安尼，伊一定是一个问题啊。吼，所以要安怎使用差伫倒位？咱若一直甲放安尼，就是学的人嘛真辛苦，教的人嘛真辛苦吼。所以我就是感觉讲，就算咱看文献，吼，譬如讲10项关键、南西番、日本的怪事、教会公报、以下台语种种，对符合嘛是抑阁无法度拢总抓较足正。吼，这个问题是啥？因为咱也无国家资源啊，什么人会当来甲伊吼一致，互伊会当吼，大家拢知影安怎落笔吼，所以这是淡薄仔困难啦。所以阮就为这本册拿去做这个像曙光啦吼。当然这个强势就是爱阮读册会内底人对嘛吼，所以阮就改写。因为意思无照正题嘛，甲写做别个白话字甲日语安尼尔嘛吼，所以阮就爱注重即个原度的即个台语腔啦吼，所以就是有去看到一寡会使更较幼路的啦吼，亲像遮我即马讲的，这是讲华语就讲好了，好啊，台语就讲无共款啊，袂使用共款的字啊吼，这个华语是说风吹，还有风筝。咱台语拢风吹嘛吼，迄两字，这个刀甲刀其实是无共款的啦吼，这种无共款的，这咱就爱透过规范设计研读吼，去甲伊较了解。这部分我就无法度详细直接讲，因为册内底拢已经有写吼，就是欢迎恁去买册，要去倒位买呢，就是ACA国际团报社吼，搁台湾的店，迄本册店嘛有卖安尼啦吼。所以我就是有这本册做我的后课，我就加足好胆吼，因为这是蒋玉文教授写的吼，伊内底所写的就是安尼伫用的，咱读起来真正足明的，足好用的吼，伊就是好啊，甲好啊，伊是有分的吼，水情甲倾向伊是有分的吼，所以这是进步的做法啦吼，我就甲迄两点我直接互看吼，譬如讲有毛的，这一下呢，我就知影这水情变调的。无毛的，食较凊退，即我就会当一下就看到，伊若写2点，可能讲有毛的，安尼有毛的食较脏水，无毛的食较凊退，迄，咱个语音吼有迄个冲突啦吼，所以遮就是会当伫遮豆豆仔去体会，有分加足好用的啦吼，啊，所以讲咱若是有关。人甲形容词会用这个随情变调吼，伫遮就是做一个较大方向的区别安尼啦吼。好，所以遮咱就会讲吼，这个完成式就是好乐啦，好乐的乐，咱就爱写第三声啦。若好啊，安尼就写 AH 啦。这一下就分出来嘛吼。个人倾向就是2点啦，随情就是这安尼啦吼。好，所以遮伫咱这本册出版的第3部分有足详细，我就写迄篇小论文，就伫遐吼发表，就互大家分享啦安尼吼。所以遮就是咱看到会当安尼稳定来书写吼，人就加足有气力啦吼。所以其实咱有安尼了后吼，其实这个来源真正爱感谢有甲我送，伊足骨力问的吼，伊大概阮读册了就问伊，有啥物看法，有啥物吼。适时安尼甲咱吼，互咱一个算讲启发咱去甲解决问题即个能力啦吼。好，下面遮吼就是我即论文内底写的大项啦吼，可能我嘛无法度直接一一安尼讲啦吼，我就咧跳来后壁吼。这是咱的记号，记号就是讲随情变调，其实伊敢若变伫3个所在尔吼。第一声就是对第一声后壁迄个。譬如讲，这是金的，这是红的。你看，伊这个声无固定啊，这是定的，所以就1对1，5甲7是对7，剩的拢是3，安尼尔嘛吼。我会记我第一届甲学教人讲，这是讲，好佳哉，敢若3个尔吼，就是安尼吼。好所以咱嘛会当甲这个记号，会当简单化，甲复杂的物件简单化安尼啦吼。后壁遮个吼，我想我就甲伊跳过啦吼，遮
佫讲落一定是无时间的。好，我就最后就是要来做一个后壁的一个结论啦吼，因为遮拢是实体的啦吼，这六七十张啦吼，我可能嘛无法度佫一个一个安尼来讲啦吼。好，所以这个吼，就是讲咱伫讲这个好这个物件，一般大多数人拢写这2点啦吼。毋过后壁是 AH， 毋过咱知影伊的规范是轻声，固定轻声的后壁是爱读第三声呢。所以伊安尼写，我嘛是爱读好啊，因为这个轻声的记号就是讲后壁是第三声，后前莫变，所以好莫变，后壁第三声当然是好啊，好啊，吼，嘿，好啊，伫咱台语听起来是好乐呢，好啊，我毋免啊，安尼。毋过安尼写其实是无好诶吼，咱就会去发现啦吼，发现讲这个问题是安尼啦吼。好，安尼后壁遮吼，我要小小做一个结论，佫互大家分享一下吼。我先讲一个吼，就是咱用规范式语言来讲，来回顾咱学台文了后，咱安怎去写记号啦吼。当然有轻声个足好用，上实用诶就是。一般师祖符号嘛，一环安尼嘛吼。轻声符号看到人就讲，这啥？咱就有知影，这个规范就是头前无变，后壁第三声。若随前就是我拄则讲诶迄个，2、3、4、8对第三条，1对1，来5甲7是对7安尼。这就是随前变调诶记号啊。所以我若是有买这本册的人啦吼，我会送因迄个就是册子啦吼，会落食啦吼，内底都有即个记号啦吼，会当足明白甲大家讲。过来就是注意式的啦吼，注意式的意思是讲，我伫讲风吹甲风吹，若用进前人伫写拢是中一环，无管风吹还是风吹，拢是用一般变调的符号尔。安尼就是会嘛吼，无法度清楚，所以落尾阮就有发明即个，一个写，我就请有甲我上试，我先甲讲我即马即个就是表示两边拢无变调，安尼你读看觅，安尼伊来读伊就做清楚啊吼，所以这拢做过实验的吼，感谢有甲我上就是有互阮足正确的方向安尼。过来第4项就是你讲头前无管你讲啥啦吼，讲啥物货后壁一个安尼啦吼，还是安尼啦吼，譬如我讲好啊，就是好啊，其实是爱读第7声啦，因为好啊嘛吼，就是 AH 安尼嘛吼。毋过像我拄仔讲的，伊就用双海粉来写，就是会变好啊。所以遮咱就毋好用双海粉，就是甲伊写一个惊叹号安尼就好啦吼。像即个第5即个较特殊的这个音，像这字典拢无处理，毋过伊明明伫咱的生活内底啦吼，所以这是特殊的探数的记号，这咱就有啊。譬如种花伊讲，今仔日安尼好哦，中昼要来食好料的，好哦，安尼呢，这是遮欢喜，这是迄个悬的情绪的较悬的迄个声嘛吼，这有啊吼，所以论文内底拢有写甲足清楚，譬如讲有祖囝。长安怎吼，其实咱的基因内底有用着啦吼。好，这个好啊加好啊歹势吼，就是 AH 加 A 第三声这个啦吼，这个就是好的啦吼。好，伫遮先安尼吼，大家讲者其实是一个引传啦吼，较详细应该就是册要来看安尼。好过来就是讲后续咱搁要做啥吼？后续其实咱嘛是阁有一寡台语的代志爱做啊吼。咱的白话字要写甲口语化，搁再精密吼，其实有足侪啦吼。譬如遮第一则讲，我写呢台语就讲牛衣几分啊？牛衣几分啊？牛是有变啊，无变调啊，毋过伊变去啊，伊佫毋是用迄个随情变调的声来讲啦吼，佫有这个功夫爱有3、2步7啊，遮拢总是轻声呢。这边安怎写吼？即阮拢佫继续伫遐研究啦吼。佫即句嘛足普通的，无打紧。伊安尼做吼，
无打紧，啊，佮安怎，像这个无打紧，这3字我毋知要安怎写吼。嘿，啊，就尾有迄个有志甲阮建议讲，敢若有人安尼写吼，因为这个无变调嘛。你若要用水晶，也是用这个轻声，拢这个袂使变啊，毋过这个是变啊，吼，所以无打紧，所以即款的写法嘛是咱会继续想要搁用一个，大家拢较会当安心的记好安尼啦吼。好啊，所以就哪读册就是哪修行啦，有真侪物件吼，一直出现啦吼。啊，所以我想讲，咱有真侪议题通好写啦吼。啊，佫像讲第7项这个啦吼，像安尼记号，咱台湾人看就知影啊，这就是20个意思嘛吼。啊，毋过伊读音是入安尼啦吼。好啊，这中台艺术典查有，啊，佫这吼，这安尼，这是摄是作摄，毋过这就44啦，吼，上摄袂了，对无？上摄都袂了吼，所以这个生活基因其实伫咱的生活存在啦吼，啊，这若伫画群这33，吼，33搁33，吼，拢有伊特殊的读法，要安怎写甲完全是伊讲的迄个声啦吼，所以遮佫有诚济，咱会使继续吼，佫再运用这个规范式的语言哈，即款的物件吼，互咱佫愈来愈好安尼啦吼，好，安尼吼，因为我佫需要听迄个我讲话上吼，有介济物件吼，要甲大家讲吼，我的部分就先分享到遮，啊，咱等下会佫继续有志要来分享，而且我讲话上，你大概有20至25分的时间，吼，好。安尼，咱即马就请我讲法上来分享你的物件吼，想讲你啥物会愿意甘愿卡一时影响啊？你看到问题，你有得到解决无？啊，你的心情安怎安尼？吼，就这几部分，你来甲大家分享安尼。好，甲你拍拍敢好？大家你好，我是欧高哇。敢有看到这个资料无？有看到啊。等者哦。你会使全部安尼咁好？有，安尼有啊。安尼就我吼看无到恁呢。对，你看袂到阮，阮会甲你出声，甲你做伴。我是名做欧高啊。我先爱会是咧迄个歹听的部分，我普通的时阵无讲台语，因为住伫当家的台语人，请恁原谅。今仔日我干那5万有我互恁参考的代志，安尼尔。我是吼，有甲台语有缘分啦。想想咧有3个较大的缘分。2006年的时阵，我册店本着王仁新老师的册，以后发展甲出版一本册啊。以后无啥物代志发生啦。2018年，蒋教授向招我去参加世界台语本画呀。迄个时阵，才有机会通迄个熟悉哈娜桑啦，哈娜桑就是迄个金华老师日本名。开始以后开始迄个现场的人物特色会啊。我有机会迄个翻译阿进老师的陈炳进老师的迄个台语文学选，迄个6篇的翻译出版啦。以后有疫情的关系，无法度继续参加读书会。我2022年7月3号，蒋一因老师讲，人物读书会嘛是爱开始锁定读书会，所以迄个时阵才会当继续参加读书会，发展个即届的迄个汉娜桑的册吼，微博到有诶影才会出版啦，安尼啦。不可思议，我有甲台语是台湾人有缘分诶，安尼啦。我今仔日想要甲恁分享诶代志是吼，就是汉娜桑吼内底有写诶水晶变调诶
代志，外国人就是我的意思，我的看法啦。然后第二个是翻译嘅工过，我暗是创啥，然后我会解释迄个翻译工过的迄个方法。是安尼啦，有看到你的 PPT， 我有看到。拜神诶，嘿我诶，有啦，有看到。拜神，嘿，即马看你的，嘿，我诶看法就是安尼，即摆诶白话字诶，即摆诶状况就是安尼啦，有诶部分无正确表达出来啊。迄个比如讲男名称呼，拄啊好汉啊三讲诶迄个水浸变调诶代志吼，若无知影外国人就无法度正确念啦，所以我想较侪外国人吼，较无法度知影迄个水浸变调、如为是海波人诶代志，然后佫有迄个汉啊三条条讲诶迄个保持原条诶调，迄个问题，等一个就介绍互恁看。我诶重要诶主张就是反映采用迄个符号啦，水浸符号啦。而且我叫做水浸符号，迄个东号是华语无？意库英语诶意库就是水浸符号啦。啦，我反映采用迄个水浸符号啦，安尼就才会当正确表达出来。理由就是安尼，这是那老师迄个理科课诶文章啦，平啊西语诶校舍伊安尼写。我参加读书会诶时阵，边仔诶迄个会员拢自然讲平啊啦，毋过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学过诶代志就是点点诶迄个double hyphen 以后诶是拢是爱念轻声无，所以平啊就是我诶了解，毋过其他人拢讲平啊啦，安尼啊，所以囡仔有迄款诶机会，就甲喊啊三问。到底是有啥物秘密啦？安尼啊，所以伊问汉啊三只知影迄是水浸变调诶迄个代志啦。等下哦，这嘛是共款，这是啥物？这是大人诶爱诶文章，老诶。这嘛是水浸变调无汉啊三，老诶功夫较好。对。知影少年诶轻重，是水浸变调啊。啊，那这伫边啊，这嘛是水浸变调无？对。点子袂是在色诶，这嘛是会使讲迄落水浸变调，毋过结果是共款，色就是第四条变甲第三条，所以结果是共款。啊音啊嘛是共款，音就是第一条，所以保持第一条啊音啊，迄是水浸变调。对。我像看外国人看即个文章诶时阵吼，拢是老诶、少年诶边啊，也是啊音啊，安尼念啊，所以无法度正确念。毋过其他人拢自然讲，迄个老诶、少年诶边啊。在色嘅，安尼啊，不可思议嘅现象，所以这拢是水浸变调。毋过外国人毋知影呢，这是水浸变调嘅迄个代志咯。所以我想吼，这是汉啊送嘅迄个白话字嘅部分。使用水浸符号写明啊，安尼咯吼，明知影这是较特别嘅代志啦，发音就是
即个后壁的啊是变切条啊，安尼啦，所以真重要的代志啦。毋过无人知影，外国人较少人知影即个代志哦。所以汉娜桑吼，迄个册后壁藏的迄个论文是吼，对外国人真重要的秘密啦。然后我有即款的代志，动作无好呢，歹势。这是吼，我的笔记啦，家己写出来的，有交期的例文，大人的爱内底吼，有出来的迄个，看起来是吼，这个调的发音是保持在8调的文章啦，比如讲吼，迄个红色的迄个所在276页的迄个上场足毋光的字语是我啦，我受着足毋光的，普通的时阵吼，外国人受着这是普通的变调，受着。毋过这是吼，汉娜桑吼，囡仔有机会发现着即款的文章的时阵吼。听册阮讲，这是想着，我受着足毋光的，安尼啦，甲我安尼教啦，所以我吼，看正面的迄个白话字的部分吼，了的下面我家己吼，画下线啦，敢有看到？有看到你有下线，嘿，这是吼。为着要调讲区别，这个调是较特别的调，所以我安尼写啦。受着足毋光的，毋是想着足毋光的啊。这个部分是吼真特别的，所以我吼有交期的文章拢安尼写出来。毋过这是毋是我的研究，迄是原来是汉娜桑吼，囡仔读册会时阵，囡仔有机会。发现着即款的出来即款的文章的时阵，一定甲阮教的部分啦，所以这嘛是汉娜桑的研究，真有意义的啦。真哦，有人讲迄个加辛苦加落去，敢有影麻烦？较侪人讲迄是麻烦啦，无爱啦。毋过我想吼 ，no。外国人颠倒想要知影母语才会发音啦。我看迄个文章都无法度念安尼啊。区好数敢有增加无？普通的数学就是即加即加即，计共就是3无。毋过水尽符号吼，有三种变化无？一条保持一条，5、7变7条，其他拢变3条，3种变化。普通的时阵表现3种变化的是需要3种符号啦。毋过水尽符号是会使表达3种变化啦。所以即加即，煞变做即尔，减2个啊，所以就有效率的符号啦。所以我反映。迄个加落去，即个符号，我是安尼啦。所以较重要的代志是吼，你倒位写？迄个下面当金华老师看伫后壁的附录，578页以后的迄个附录吼，正经是对外国人重要的资料。安尼啦，我想要伫遮吼，想要强调即个代志啦。真后的代志是啥物？我吼来简单要来介绍我暗时创啥？
安怎解释迄个台语文迄个部分啦。歹势较详细资料。伊做即点比我做好诶哦，会当看到时间。安尼吼，我有时间无？有。歹势迄个今来一个哦。迄个我吼暗时时阵做5个工课啦。顶面有写第一读册会，这是参加人物读册会的意思。2礼拜一届。第二读册甲翻译，这是我家己的读册甲迄个翻译工课部分。第三，翻译以后爱搞真，无影无只，大人会爱搞真工课的代志。讨论是吼，一礼拜2、3摆，我会先拜互文理兄讨论。迄个那老师有写出来迄个讲要拍风旗的台语词，伊迄方面的代志讨论啦，想要知影迄个意思，所以拜托本地兄讨论迄方面的代志的时间的意思啦。然后拜托本地兄写落来迄个使用毋捌看过的迄个台语词迄个例文啦。我想要知影安怎利用迄个台语词，所以拜托本地兄写blog啦。本地兄写台语的blog，我甲本地兄写台语的blog翻译过来到一支，安尼啊。比如讲吼，2022年3月的时阵开始无影无只的读册会，2023讲开始读册会哦。这个时阵我家己开始读无影无只，8月的时阵吼，读完迄个无影无只第1届啦。迄个时阵同时吼，开始甲本地兄讨论。2023年7月吼，开始读册会，开始读伫骹科啦。迄个时阵我家己吼，读完第2届的无影无只，我开始无影无只的翻译。迄个讨论是咧继续，愈来愈无用。2024年吼，迄个名仔读完迄个无影无只迄本册，读册会拢总有48届。迄个时阵我吼有迄个矫正工课第1届的，讨论继续。迄个 blog 吼开始写迄个 blog 啦。读大人的爱迄本册嘛有开始啊，然后2024年11月，读册会开始读大人的爱，我嘛开始读，我开始翻译迄个大人的爱的册，继续做爱继续做大人的无影无只的迄个。矫正工课，我咧继续迄个甲本地遐讨论，我爱继续迄个写 blog 啦。上后尾迄个迄边是吼，读册会读迄个牵手会议，迄个时阵我开始读开会议节，我有开始翻译啊。当时爱做矫正，无影无只。拢总有13届，大人的爱的矫正嘛，第6届的讨论，甲本地遐讨论开会议次，已经做完228届，blog 嘛是爱嘛是咧继续，写完第62届的啊，安尼啊，所以暗时较无用，结果迄落会当迄个出版迄个哈那桑的册。所以伊即马无需要做迄个无影无只的矫正工课，是较知啊，安尼啊，然后字典台语是互原来字典顶找无着的啊，想要知影意思嘛找无着，特别那老师写的台语就是拍风气的，字典嘛无写的，所以。我爱做的工课是扣例文啦，比起来例文来了解迄个作者那老师的
语词的意思啦。我甲伫做吼，记录，甲迄个那老师的记录着，所以我叫做那老师记录，这是我的家己的笔记。后来我要介绍互恁看。部落格吼，部落格就是部落格内底，我拜读文的兄写，迄个利用迄个找无着的技术的迄个例文啦，所以爱为着要了解那老师的文章，我先爱捡例文，我爱读甲本地遐读部落格的文章啦。这是我的笔记，那纯粹语类，敢有看到无？有，有吼。嗯嗯。你即马是伫分享？伊这是伫记录的，毋对？我的吼，你分享的镜头咧？你即马咧看啥物物件？看到。即马看到相片，相片，那纯粹语咧吼，哎呀，即即马吼，我的电脑咧听啦。印度是吼开迄个飞机较侪人做伙看，所以我的电脑较单啦。哦。所以我的迄个电脑停啦，歹势。要安怎？你的影片无，我遮无看。哦，即马开始。我来。即马开始啊，等来啊，哦，较慢呢。我的吼，迄个笔记内底是安尼啦。你若有看到毋捌看过的台语词的时阵，比如讲感尊吼，写落去，伫倒位有出来？那老师的迄个无影无迹64页，第4行安尼写落去，然后比起来例文，伊写的例文，尽量拍拼了解伊的意思到底是啥物啊？安尼就才知影伊的意思，感尊的意思是哪亲像啦，安尼啊。所以我的笔记就是安尼，为着要比拼起来伊的文章的意思。比如讲，迄个这是无影无迹内底文章啦，客家规则嘛得靠腰，讲伊白建做。白建做到底是啥物意思咧？看迄个教育部的字典吼，嘛简单写迄个意思尔，无找着白建做的迄个例文啦，无法度了解。若看迄个台籍大词典咧，嘛是共款。看到过件吼，过件吼，有找着即个例文，毋过嘛无法度找着迄个。白建做的，所以要是爱写出来，那老师安怎利用迄个白建的迄个用法，有发现到较侪例文啦，所以比拼起来，我了解，爱拍拼了解伊的意思是啥物，安尼啦。然后迄落本地腔的部落个是安尼啦。我拜读伊写迄个字典顶找无着的句式，伊知影吼，伊知影迄个意思啦，所以我拜读伊写例文啦。我甲迄个文德兄写的记例文章，记例词。写翻译到迄个日记文啦，安尼啦。你个3分钟哦，吼。
我讲上有3分钟。3分钟，好，你要完成啦。最近吼，我做这个 index 啦，迄个适应吼，迄个时阵已经有吼，甲阮咧去讨论过299个迄个台语词啦，拢是差不多讲要拍远去的，找无着，2.0找无着的，一款的迄个句词啦，较慢的，我的电脑有出问题啦。文章真复杂的时阵爱画图，汉娜桑较介意看我写的画图无？歹势呢，较慢呢。我甲文章研究的时阵爱先迄个画图啦，安尼了解较复杂的台语文章啦。我有吼，台语有俗语啊，去客家话、做工桥、男女话，迄个翁仔某啊，毋是做的迄个工课代志，伊勇敢写。所以吼，要是爱甲母语人问啊，好佳在我有读细绘本咧听，才会当确认。结果反而工课毋是我家己一个人会当完成的，是母语遮好朋友做伙做的啊，所以我真感谢大家啦。我一个人都无啥物能力会当做即个翻译工课啦，所以感谢人母读细绘安尼啦。我的话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到遮咯，真感谢。好，多谢我甲我送吼，嘿，咱会当看到伊用心啦吼，真正时间开较济啊，成果嘛做好诶吼，爱就是启动咱会安尼做，就是人爱相度啦吼。我嘛希望大家甲读册会成做是有生产力诶吼，会当互人就是进步，会当互人文化交流安尼啦吼。好，安尼接下咱就要来请迄个日英老师吼，周英老师啊，因为伊嘛是阮读册会自来，拢足认真伫三家市诶人啦吼。请问家辉有啥物问题？家辉你有啥物问题？咱等下时间互恁嘿。你刚刚老师我迄个就是迄笔会有送即本册嘛，我感觉讲真正是足赞的册安尼，就是讲有即个会当学日语，阁会当学台文的即个册，真正是足无简单，出即本册足无简单。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我的台语小说啦嘛，有翻做日语版的。甲我学会甲即个 Google 做伙完成。OK， 好，等下咱分享的时间再甲你讲吼。咱即个先请啊，任老师，你敢准备好啊？好啊。听到，好，伊毋知啥物状况，好，听到吼。好啦，安尼，这算读册会迄落大跳啦吼，读到剩一个是就是伊啦。所以读册有时会无人，读到剩阮2个咧读诶吼。即摆咱请任老师一路行来，安尼咱斗阵完成遮济工课吼。你今仔日咧讲啥物？你诶感想安尼吼？好，多谢。来，多谢大家吼，来参加即个发表会啊。即读册会安尼自开始咧，就人来去啦吼。当然先拄今嘛老师讲嘛有时拄敢若剩阮2个啦，即内底阮感觉讲吼，迄个有即个我上来咧，阮真正是捡到宝啦，真正捡到宝，阮读册会有一个真大诶改变吼。你像咱即个无影无食即本册吼，阮第一摆去读，读得足紧诶啊，安尼顺啊读吼，即马当加去阮读第2摆吼了。有去参加了咧，煞问题足济啦，这就是讲咱，因为咱这是咱的母语，所以咱甚至无啥物文化啦，毋免啥物符合啥物文化，咱去读，拢嘛顺啊，会当读吼，但是这个
有这外国人呢，因为因毋是伫咱即个文化、即个环境内底大汉诶，所以咱诶一寡用词吼，一寡语用吼，是安怎要安尼来用呢？因着有因诶语文吼，啊，即种语文你若无一个好诶规范，可能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困难诶代志。哦，啊，即款代志就让我想着讲，咱咱诶囡仔呢，台语能力啊，一直去退步诶情形下，连讲若假使讲是要来教因，是毋是共款会发生即款诶代志？哦，咱是因为自细汉就安尼讲下，所以咱个讲真顺啊。哦，无迄落无文化咱嘛讲啊真好啊吼。啊，但是以后咱诶囡仔呢，哦，比如讲我捌教囡仔，我去讲白十七来故事互因听，哦，咱即代人去听着白十七来，可能足自然啊。慢慢你想讲哦，啊八是迄落第几条，要安怎变调，无咱毋免讲究这讲出来就对啊吼。啊，但是囡仔呢，若轮到囡仔讲八十七啊，哦，人甲纠正几啊摆嘛，读袂好势吼。所以咧，我就感觉讲，种情下咱有较详细一寡即个迄个句型诶，即个规范，可能爱开始渐渐有啦，吼，渐渐有啦，吼。这方面当然是针对讲要教遮啊外国人啊，吼，啊，但是主要是咱家己诶囡仔将来嘛是用会着，吼。啊，所以迄个伫即本册内底，金毛老师伫迄个578啊以后，遐诶即个哦，遐规范式诶语言学哦，遐伊个甲遮所有诶资料吼，就甲写做一篇小论文吼。我感觉安尼会当大家做参考啦吼，会当大家做参考。啊，即马针对我对即本册我诶感觉啦吼，我大先拄有讲着讲，就是有一寡人读甲专毋敢读吼。啊，其实这是一种心理障碍啦，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伊诶过去咧，我来是安怎形成诶呢？啊个点袂出来。你有伫时间去一个线上遐分享无？分享音无？来，我搁再顶来。你无你落你看啊，你讲安尼啦。来，啊无我毋免啦吼，迄个免分享这镜头啦吼。你资料敢有找着啊？资料找着无？即摆已经分享啊吼，你资料若找着点开。我手头有吼，我手头有吼。点开啊？你资料点开。因为我晓。对，已经有在分享啊，你甲点开。你时间10分钟以内哦，吼。你点开啊？毋是啦，你伫下骹找你的资料啦，伫你 Word 档案找资料啦，去 Word 档案遐找。安尼。有啊，好来，即个用较大的。所以即种咱即马看到吼，讲即种迄个，有当时讲读甲毋敢读吼，即个部分呢，我感觉是一寡过去咱所成一寡惯习甲教育啦吼，所造成的吼。所以因为安尼，所以有当时一寡变做为着迄点仔咱家己心内障碍咧，所以变做好好的文章，无好读着吼。所以我遮着小解说一下吼。是咱过去搁学这华语写作的过程呢，咱拢有人会教讲话要用啥物款的语序来表达较水啊吼，拢有人遐拢有强调这。有一寡人会讲粗俗的语序较少用的啦吼，若迄个垃圾话就莫用啦吼。但是咱长久以来，我感觉讲，所谓的垃圾话粗俗的话是要怎定义通常是按咱汉文化的角度的关系来吼。像我较早即个细汉，我常听迄长辈咧讲乌西啦、贪污啦即款，因讲的话讲迄垃圾袋
就讲啥物人啊，食钱啦，食钱啦，还有乌色啦，贪污，即款拢因拢甲叫做垃圾袋不过像即种话咧，贪污啦、乌色即款话，咱嘛拢逐个照常咧讲啊，甲会无人讲这袂使讲所以问题问题应该是讲是即个是毋是垃圾无垃圾，主要毋是语序的问题主要是即个心理的问题啦你讲像即个学校迄老师嘛会当时会甲囡仔纠正不要说脏话听来囡仔个干吵，啥物话即类类似这音呢？个禁止囡仔讲所以囡仔我有当时定个教囡仔个教拼音若教着树吃油树草咧知道草个大家家己笑话甚至较迄个，阮老师讲脏话因为草就是脏话所以即种诶惯势咧我着甲因纠正讲其实字啦话啦无脏话无垃圾话即两代志垃圾是按心内开始诶你心内垃圾较会垃圾即摆呢因通常会较禁止的讲甲一寡性有关系啦其实像即个性的即个角度即个角度嘛是对着时代在变你像咱较早看即个20世纪中期迄个时代，我有当时捌看到迄个时代人的即个穿插查囡仔若穿着迄个咱即摆讲的半幅甲裤甲迄骹肚互看着会安尼伫迄个时候就讲做肉感呢像咱即摆骹肚大家看着嘛无啥货对无世界拢是但是伫迄个时代讲看到骹肚可能你无得家己存的爱互骂讲迄个见笑死人迄老岁仔人就讲毋知见笑穿甲安尼即个时代有可能就安尼所以即个部分的问题咧，我感觉真侪是惯势的问题啦你像阮即摆读册会内底咧，偏偏睇阮照常嘛是安尼足平常用足平常的心对内底一寡遮个所做搁去讲究讲迄种的行为，迄种的做法，到底是安怎做会出来还是安怎去呈现所以像即种呢，阮就无感觉迄无啥货感觉迄无啥货这就我回想着过去咱看迄个黄淑敬较早大清帝国的时代，咧讲即个平埔人迄阵咧牵手因咧年纪若已经到查某囡仔年纪若到因即个爸母老爸就踮咧迄个庄仔外遐甲起一间厝迄少年弟咱遐甲追求追求若有介意就甲牵手去遐安尼若像结婚入洞房共差不多共意思但是黄淑敬伊的文章甲写起讲因就是安尼大入语乱，入去内底乱就对啦。因的讲法是安尼毋过咧共款的情景咱若结婚了咧新娘是囝婿入洞房了后，迄叫做行周公之礼所以像搁三分钟，老师搁3分钟所以咧在即种气氛之下咧咱台湾人说有当时加减会一寡语言文化较族群的即个会受着人的制约比如咱去讲赛车的代志即摆拢讲开车讲是安怎歹听你迄句赛足歹听咱来讲开车安尼属实你甲平平安尼来无咱来点看觅呢华语的大使馆你若用华语甲念起是毋是大使馆敢无好听因时阵无要改嘛大家用甲文史工作室用华语念起现在怎文史工作室一堆人食个片屎安尼敢好听所以咧即款代志就是真侪是惯势，个我嘛是有
某种文化的气氛之下所造成的吼。等到我是即个社会经验安尼咱了后咧，感觉讲通俗的咧社会环境顶多是高尚的少啦，粗俗的较济啦。迄是咱有当时咱因为咱过去的受教育、读册关系，咱有当时较无去接触到迄个部分。所以咱即摆读到这男老师咧，有当时感觉讲是一个足神奇的咱来甲即个有一寡迄落看伊内底重点伊这个描写啥物代志我来感觉伊内底上重要的2点，一个就是讲伊个讲即个个讲的代志咧，拢诚深入诚社会化诚社会化比如讲伊头前还咧讲乌西啦遐个代志，咱一般的人到人去捌迄个乌西捌甲现知影的，对无还是讲因个做查甫的即个关系咱真侪人啦，讲看到读到这就赶紧跳过人过，事实迄是结婚过的人，逐个拢会做的代志，毋过逐个若看到迄就跳过人过另外一个咧，就是伊的艺术啦，这是嘛是我感觉上丰富上端庄、佮丰富的生活用语这嘛是阮感觉讲真有价值的所在迄个咱一般即个真侪所在已经久无用袂记一啊，咱了知影，只是讲久无用袂记一即摆有写出来，内底嘛有真侪是因为因迄个宜兰遐个腔口所以咱加学着的，佮有一寡咧就是有较早有得用，毋过咧因为社会上少用的关系，所以咱无一定有人会知影。所以这一阮来读册会内底有当时一摆读册会读无几啊，就是拢去讨论这个代志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阮就变做讲，迄落金毛老师伊咧提起讲要来甲翻译的时咧要甲变做白话字咧，因为白话字佮掠这个音较准诚准佮有文化意涵伫内底，所以阮就逐个做伙来做这个事工无佮计较好，安尼我就先简单讲到这感谢大家。谢谢任老师总是伊算顾问级的有真侪代志阮做伙做真侪知识是为伊遐甲阮提供的足感谢咱重点讲到就是这一切拢是义工欢喜甘愿的安尼啦咱剩一点仔时间，咱请迄个歌英，敢会使起来甲咱讲话一下？歌英有伫遮无？歌英好来，安尼请你开麦克讲话一下，好无？好，各位先輩還有我的白話字的先生金花先生最歡喜來到遮甲大家分享這本冊其實就是我家己有工課，就是比較較無用，毋過金花先生攏會甲我就是叫我對，無啊，就是嘛是足歡喜會當甲大家完成這本冊，我啉一下水。伊算正式的老師啦，毋過來寫這嘛是要時間然後完成安尼中途有一寡走去我硬來扭轉來講到就是熟悉白話字的過程，就是較早我掠做台語無字因為細漢時佇甲阿公阿嬷大做伙，所以對台語就有感情因為讀冊中其實攏無機會去使用台語，而且就是因為要甲讀冊讀得好嘛，所以一定愛強迫家己開足濟時間佇咧中國語頂頭尾也是到大學的時陣，我掠做因為讀冊的時間內底，
其实我中国语嘛无介好，颠倒是英语比中国语搁较好。后尾啊，我了做我读大学的时阵，我会就是继续伫英语伫遐拍拼。毋过我去社团要选社团的时阵，踅来踅去，也是行入去歌戏社，就是嘛是阁是感觉遐才是我的所在安尼。啊，伫歌戏社的时阵，嘛是有中国语文系的学姐学兄要邀请我去学即个台语，学较济。结果因讲的台语就是拢是汉字，所以我看到迄我就讲啊，安尼毋免啊安尼。一直到有才调入台湾，更较济历史了后才知影讲第一社区大学遮有即个自然生态社的课程，就是伫咧了解台湾历史佮有生态。啊，我本地就是细汉就足介意即两项，啊，毋过就是拢伫正式的学校课程内底根本就无咧教台湾，无正经咧教台湾啊。所以我就是有法度入去即个社团，我真正足欢喜的，就是会当了解台湾历史，佮会当就是对老师去行答。啊，毋过就是行答的过程中，我嘛是甲迄个王春吉老师讲，是安怎？这是咱台湾的树仔呢？是安怎？你拢咧讲中国话的名，敢无台语的名？古早人安怎甲伊叫的吼？啊，见拜老师甲我讲，我就见袂记哩。啊，我就足遗憾的，有一摆我就甲讲，哎，是安怎？咱无家己的文字会当记录咱家己的树啊、花啊，遮的名，大概讲了，你讲了，我拢会袂记住呢。啊，伊就甲我讲，金花先生有伫咧社台有开课是上台语。我讲真诶台语有字啊，尾也真正去到金花先生课，我才惊讲原来台语有字呢，而且是罗马里呢。就是迄种感觉，就真感觉就是看见无共款的世界。我的世界佫无共款啊。啊，尾也佫了解白话字的历史，才知影讲，就是中央教会一直有在保存遮的咱台湾字，所以真正是我感觉这是对咱家己做一个台湾人的认同，实在是最重要的代志。啊，我会当参与即届个改写，我感觉足欢喜的，敢若家己对即个白话字就是有一点仔贡献安尼，毋是讲家己嘛是即办大写的啊，毋过就是以前逐工拢有讲台语啊，佫有就是去共留话的时阵，会留一寡简单的台语啊，人有的人其实为遮会当接受，就讲我会当摇会出来你讲啥物安尼。我听到这我会足欢喜的。啊，若有互我正面的回应的人，我就加甲讲几句啊，就是好的台语安尼。多谢多谢。真无简单吼，头过身就过啦。虽然中有一寡状况吼，啊，毋过其实咱是行会到的，因为咱的心决定啊啦吼。好，即我就要带大家吼，多谢大家啦吼。我即马先带大家来讲，阮即个所改变的吼，所改变的就是讲起来改变就是加迄个符号安尼尔啦吼。比如讲是有那有写一个简单的吼，写那边安尼写啦吼。好啊，因为拄则有讲到风吹吼风吹。即马就是用记号，这是一般变条记号。请问恁敢有看到我遮？有吼？有无？有看到我分享的无？有。好，所以这个动词就是用这随看就随会知影啦吼。所以你看我做几下个表啦吼，咱一看咱就知影，这要读啥物货？第一条要读啥？请开麦克来读看卖，这啥？这有中是一个。海普龙哦，就是两边拢读本调，所以这条要读啥？山管，对嘛？啊，这呢？山管，山帮对无？啊，这山帮，地理，
对无？嘿，第这个，譬如讲第8条，来，要读啥？第8条，第8条，天乌，天乌嘛吼，第9条，天光，天光，对无？这事咱拢定定讲啊吼。我就是有听普鲁士讲这个，阮伫讲的是伊讲即条，讲因查某囝大概若头疼，咱就讲头疼，因为若一般变调，伊是一个书组无毋对，伊是伫讲头疼，毋过伊是用一般变调的记号的时，就变做头疼，煞变做头疼，所以安尼袂使啊吼。嘿，普鲁士甲咱校对的，所以阮用这个记号，伊嘛甲阮做支持，头感谢。这是头在疼，毋是头疼。嘿，头疼，对，毋是头疼。所以亲像这我都有做几啊个啦吼，这当然我有几啊个，这当然拢大部分是一般日常咱拢会当用到的啦吼。比如讲火大，你是伫火大吼，火较大就拢分掉，所以就更安尼。当然有个人会建议讲我都卖就好啊，安尼嘛是知影讲这两个字拢无变调，毋过迄阁有空间就互你伫遐摇去啦。规矩我都甲伊讲，海无拢就是双边拢无变调嘛。安尼就是一定是火较大拢无变调嘛，喙破毋是喙破啊，所以就是喙破嘛。拄仔我上讲诶，外国人哪会拢会照安尼读？若即个符号甲伊讲，这是喙破，安尼伊绝对读是。若毋过咱台湾人看安尼，咱台湾人嘛会读喙破哦，因为咱是台湾人，咱知影即个意思。毋过外国人是毋知，所以咱用即个海普龙的记号，就是即个用意啊吼。我落尾阁有做这第5个这个吼，譬如讲有4句话4字拢共款的，咱台湾人看这4字，你免看符号，你嘛会晓读啥？这4字免哪读？心满意足。对啊，毋过若学我上来读，敢会无一定哦吼。毋过即马有这个记号啊，心甲满吼拢免变，4字拢无变。好，这我有一摆请人录音的是，伊甲我讲惊情无后，我讲你哪咧读？我才发觉讲伊少年人，伊就用一般变调来讲啊，惊情无后。其实毋是啊，我是要讲这4字拢读本调，惊情无后。对，所以记号决定符号决定出声，这样代志是足必要的吼。像即句咱台湾人一看嘛，知影即边哪读，咱逐个拢会晓读啊，迄边哪读？山明水秀，台语边哪讲？山明水秀，山明水秀啦吼，你写毋对，水写毋对，水跟一个吼，山明水秀还是山明，拢会使。重点是这4字拢无变，我伫中才甲让开啥呐？中让开原因是这个明伊是读本调的啦，明是读本调的，所以遮已经足清楚讲你要安怎读，这个符号是决定出声的吼，就风吹草动还是草动吼，山崩地理，骹酸手软。当然有人讲骹酸手软嘛是会使啦，毋过我若安尼写的时，我就是希望你这个符号你看有，我是要互你读骹酸手软安尼啦吼。这个新的符号，伊的意义伫倒位吼？阮毋知影未来社会是毋是会采用。同无啦吼，阮这个读册会伫遮做伙读册遮的人啦吼，阮有足好的安心吼，阮要来做这样代志安尼吼。像拄则我甲我上讲着这个轻声吼，我有讲着这虚字遮的较大部分啦吼。有关遮的无足好了解遐的物啊，咱看即马这个符号啦，已经互咱决定啊吼。咱就来看这个，譬如讲这个是往符号来看啦吼，这个。轻声符号，遮拢无，你要安怎读？你看汉字你是毋知影，咱来看罗马字，这个是 double hyphen 嘛，后壁拢第3声，所以这个爱读啥？按起来，后壁拼起来嘛吼，一寡。我想这是上普通的，这前2023年，前国早就有啊啦吼，教会咧学就有啊啦吼，所以咱到尾佫甲伊区别咧。区别的遐个后壁吼，迄个随情变调，迄个符号啦吼，就是伫讲人吼，我甲恁来看后壁，这种就讲吼，这个形容词啦吼，伫形容词的时，其实就是随情变调较济啊啦吼，随情变调，譬如讲这是新的，当然是新的，
吼，所以你听看1对1啦，吼，啊这水诶，是吧？2、3、4、8，拢是变第三条嘛，吼，就拄啊迄个公式嘛，吼，这是破诶，吼，啊这是少诶，对吧？啊这长诶，你看后壁是对第七声哦，吼，啊这旧诶对第七声哦，所以就是1、3、7安尼尔啦，吼，所以复杂诶物件简单讲，咱就甲迄个记号记起来，随情变调甲轻声就清清楚楚。啊，咱甲有一个较大诶概念，随情变调通常是形容词，啊甲人诶名、人诶姓。譬如讲啊，姓林诶，咱可以林诶；姓陈咱叫伊陈诶；姓苦诶，咱叫伊苦诶，吼，啊，就安尼。真诶，好诶，你看迄个诶是随情变调诶哦，吼，布诶、过诶、陈诶、酱诶、食诶、叶诶，你安尼叫做自然啊，你无去思考伊这是虾米款诶符号，互外国人会当坐着听较足正确，伊讲出来甲咱共款吼。所以拄则学教学上，你讲平啊、甲平啊，伊就读平啊，因为伊看到 double hyphen 嘛，照规矩来就安尼读啦。毋过迄毋是咱诶社会语言吼，咱会讲平啊，所以迄阵就是需要随情变调安尼啦吼。所以即马对阮所愿意跟随准教授诶册来讲诶即个记号，通重要诶就是随情变调、压情变调，吼，随情变调甲迄落轻声诶区别。啊，加好啊，加好啊，会区别，啊，过来就是注意式的迄几个吼，我想即安尼讲是有哪小可抽象啦，毋过希望大家会当去买册吼，台湾的店有吼，啊，咱若伫网络，咱就是阿西啊，国际传播社有安尼，啊，所以以上就是阮吼，今日用这个时间吼，啊，咱伫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甲咱这有关白话字。好用、精密、好学，吼，这个概念甲大家吼做分享安尼啦，吼。好，安尼，即马请问咱录制几分钟啊，吼，大家来，真会使问问题安尼吼。毋知各位听了有啥物款的，想要问的话无啦，吼。那讲是问题啦，就大家交流者，敢有想讲要讲交流者安尼，请举手。无？那客气哦，好，安尼是迄个正阳吼，正阳老师吼，好来，请正阳老师讲话，好，请开麦克吼。正阳老师，你麦克有开无？你举手你无出声呢，阮无听到。伊麦克无开哦。正阳呀。正阳兄，你麦克无开哦。好啊。好，安尼就无看到吼。好，啊，过来请明翰，老师伊无讲，我就请明翰。正阳兄，你有在讲？有安尼有听到啊？有听到。所以我这用我个无讲诚有啊吼。但是啊，第一届参加吼，因为我是2004年开始进这届来教台语啊，所以我教遮久了，我有一个感觉啦，就是讲，即个囡仔啦吼，敢若叫伊念台语吼，有当时伊就感觉即个语言对伊来讲，敢若袂是外国话啊。所以我即马吼，我伫高中咧教吼，我即马有一个心得讲来大家参考啦。我就是讲用语音来教学啦，我就是甲伊讲，我中语吼，伊是4声5调啦。啊，台语呢是7声8调啦，因为咱的第2声甲第6声同化啦，这是迄个偏长寿音这个部分，偏这个海口腔的是3气同音啦，所以我这边我就是甲伊讲，中语的第1声甲台语的第1声叫做共音共数字啦，啊，中语的第2声是伊伊对无？台语是第5声，所以这叫做共音无共数字。啊，中语的第3声比如讲伊，台语的伊，
嘛是读做即个音。所以平面3啊，若平面是即个音，我拢会甲囡仔讲，咱就讲这叫做共音共数字。哦，我用即种的迄个教法，差不多是应该是第2学期开始，讲内底。我用即种的考试吼，啊，互囡仔去，我伫学校咧教吼，我干那一个要求就是讲，叫因爱有一本谱啊，即本谱啊就是写白话字跟罗马，迄个台语罗马字，吼，啊，过来就是考试的时阵，即个笔记啦，我即摆是讲即个笔记，我是甲因拍，我是有甲因讲，我台语的成绩就是，这堂笔记如同作业，即个60%，哦，我是以即个罗马字，即个教学为主，哦，啊，过来就是讲伊评量，期末评量我概念，我就是会用即个做重点，中语的音甲台语的音，哦，互因知影讲哦，这安怎分别。无若像我即摆伫学校咧教的，结果就是讲，国小还好，国小你若讲低年级的，你会晓甲教罗马字，佮甲教8声调，用安尼去教吼，可能因会较会迄落。啊，无你甲像我即摆伫国中咧教吼，国小我即摆干那教1间尔啦，干那2-3节尔啦。啊，国中我是教较济啦，所以我会感觉就是，其实咱即摆伫学校内底咧教济吼，咱的困扰就敢若像伊兄咧讲的安尼啊。真侪语音吼，拢伊的囡仔拢好话伊拢袂去想啦，伊拢甲即个话当做错话，你听有？就讲迄个干就好啊啦，我拢会甲因讲，我讲干台语第几声，啊台语的8声调要安怎发，我拢会甲因讲。啊干第1声嘛，干第2声嘛，干第3声嘛，干第4声嘛，干干干干就是 KAT 差不多干嘛，干干干干，哦，咱的中语甲台语。就是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日声的部分中语拢无嘛。但是囡仔呢，这个8声调伊根本都搞不清楚啦。你无伫国小吼，把这个基础拍好吼，因就是干那练迄个注音符号，迄个念迄个中语的迄个4声调咧思考啦。所以我伫学校咧教册，我教啊遮久吼，我就感觉讲，哦，这中语是咱台湾来当做国语吼，即个其实中国是这个普通话呢，而且中国某嘛是用罗马字写的。对。这个我甲差不多5-6年前，因为我的孙弟也咧读中语，也咧读国小嘛，才知影讲，哎哟，啊因的某甲咱的某拢共款啊。啊，即摆咱咧执政的时阵，一声就甲咱的即个较早叫做通用什么通用的音标，把即个罗马字我。甲全部中国去啊！所以讲，咱即摆伫，咱拢有即个困扰啦。啊，我若讲老师你讲脏话，我就甲你讲，我这个中干词这个干咪叫做干啊，咱短音的问题，就是拄则咱咧讲台语咧讲话的时阵，伊的自然短音嘛，就是敢若你有咧讲水田变调啦吼，这个水田变调就是微字自然转音嘛，啊微字自然转音，你要安怎去甲台语即个8声调，应该抓好准。我就甲因讲，你就第1声、第7声、第3声一组嘛，第2声甲第5声一组嘛，过来第4声的上2声，甲第8声的下2声一组嘛，因为2声的部分中语完全无嘛，2声是本话的浊音。好。多谢老师吼，因为即马中昼啊吼，所以咱可能多谢你分享你的教学吼。好，谢谢哈，谢谢金华老师。多谢静瑶老师哈。好，啊，咱简单请迄个明翰，你有举手吼，啊，你提问者。嘿。静瑶老师，请你的麦克关起来哦，啊，无你爱声会差。好，多谢。我想问讲吼，咱即马为着精密度在增加负荷。啊，毋过另外一个极端是有人感觉负荷伤多，想要甲练位拢提掉。嘿，啊，咱安怎来看待即两种主张？我看法是吼，迄是阶段性的啦。静瑶老师，请你先关起来者，好无？迄阶段性的吼，到尾啊会使拢毋练，毋过绝对毋是即嘛。因为咱看越南话，因白话字比咱早30档，因甲即马拢无啊嘛吼。因即摆伫使用音模糊，一开始嘛是有，
台语嘛共款，你袂当无学行就学飞啊。吼，像拄则静荣老师讲，你着爱基础爱教好，啊，符合爱互因做正确。到尾啊，逐个拢用大量拢用全民使用，迄阵就会使毋免啦。哦，所以这个极端我是会期待你啦。定讲就是有可能会安尼，啊，毋过绝对毋是现阶段啊，咱抑搁咧学习啦。越南话甲台语无相像，是因为台语逐个音节你拢有两种声调通好经。对。你都毋知影要经倒一项，毋过越南话无即款现象。所摆越南话你念过，你虽我毋知影倒一，就透起先看毋知影倒位是词，毋过你念过就知影讲哦，到遮是一个词，因为你念的声音甲你头壳内看到字甲你头壳内底声音是有一对一个对应。啊，台语就无安尼，你若是毋知影词等于倒位，是是有困扰。所以像钟教授是一个学者嘛，连伊嘛做越南研究啊，伊嘛是讲台语也是爱先有词组，互伊惯势啊，爱有两字词组迄款的吼，词组的概念嘛是爱有啦。啊，建议无的人，足侪建议啊，有的建议拢莫有迄个有浪通，迄个任何符号拢毋免。连一般变调符号嘛，免词组的符号拢毋免，甚至迄个声调符号嘛，毋免。足侪人有无共的建议啊。我想这就是咱参与者，咱家己要安怎去做嘛老师这代，对，即个我拄仔有讲着吼，即咱用咱会晓讲台语的人诶，来甲即个日本即个朋友吼对照就知影，咱若已经到一个熟悉的机会，其实咱自细汉在讲台语一直起来，咱从来无在看符号的啊，从来无人甲咱讲变调啊，所以咱若已经台语到迄个坎站啊，有啥物规则，啥物话，其实对咱来讲拢毋是真需要。但这规则是要互迄无识的人用的。咱即马呢是即个阶段，咱台语人嘛足侪无识啊。你看咱的囡仔。足侪根本就台语袂晓，咱要安怎甲因教？所以我认为，将来到尾啊，这拢会提调，会袂？这我会相信有可能会，但是是现阶段，我感觉这是需要的。好，多谢。这是我的看法。安尼，我阁有看到阿天举手吼，敢是请阿天发言者，嘿。金华先生你好。你好，天。我想咱会使参考一寡厝边仔语言啦，亲像即个菲律宾迄个达加洛，是印尼语，因若迄个较具体的是达加洛，菲律宾的即个国语，因伫教学上是书典内面有两种符号是咧注迄个长低音，甲迄个因有一种迄个词尾有一种音，亲像台语的即个 H 啦，第4条、第8条即个 H 啊。毋过一般咧读写是无即个符号，报纸嘛无。毋过教科书甲书典内底有所以讲这嘛毋是因迄个无按算要取消啦。迄就是永久吼，互囡仔甲外国人甲迄个别咧族群的人，通学即个语言的时，通参考。我嘛有注意到台语一个问题是，即款注即个随针变调也好，是迄个固定变调，一般人注袂好势呢。所以讲咱有影咧教诶时，爱有遮个符号互人通学。毋过若其他一般人爱做是小可反正无实在啦。我是安尼想。好，多谢。即阮早都有想到啦吼，毋过我伫想讲人是安尼啦，桌顶硬菜，你要硬啥你家己硬啦吼，就有遮个，你若认为会使，你就来硬去配安尼。若无就无通好选嘛，若有你就选吼。所以我想做诶人会使继续认真做吼，要用诶人，阮就无去强制任何人吼。所以即嘛是规范式语言学诶精神，
伊就是用一个甲你分享，讲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啊，你好，你感觉好，你就来用；啊，无好，你就莫用。啊，咱有数字会当参考，几年后就是来做一个统计，用的人偌济。啊，若卡数自来哦，就是拢有增加，安尼表示这个会使。啊，若讲啊无增加，啊，就是恁家己做爽的就好。嘿，我的心态是安尼啦，至少上介无就是，阮这人母读册会，阮即内底做伙介写遮的人，有遮符合了，加足安心。大家伫遮写的时阵，要落笔要写，就是一个稳定。照安尼做，啊，外国人还是应该是更较明显安尼啦吼。嘿，感谢提供。我有感觉讲，若是台湾人会像菲律宾你讲的伊的国语安尼吼，保留两种，一种互外国人学的形式，咱还有符合。台湾人若做熟了，会使免符合，这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啦吼。嘿啊，好，安尼，咱无咱今日就是啊，陈露吼，好来，陈露，请你分享。歹势，安尼对我听头前几位有志分享，其实我嘛分享简单分享者，就是其实我咧看网络，大家有咧写台文的有志，有诶是用完全无练字符的，啊，毋过伊咧写时阵，其实嘛会甲共一个词诶，因再甲伊接做伙安尼写。其实我安尼读我嘛读有，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咱无共诶标记诶方式，其实是拢会当用，我感觉拢保存落来，其实嘛会当互后壁咧研究咱台文发展过程的人，伊咧研究的时阵会当去知影讲哦，什么时期也是某一个团体因迄当阵咧推广的时阵是安尼咧推广啊，迄是什么时代？就是讲我是讲可能100年以后啦，研究的人会知影讲哦，迄是什么时期啊？倒一个团体倒位的人咧写，啊，这嘛是一个足趣味的，算是讲。文化研究一个真好的所在，啊嘛会当知影咱台湾人是安怎咧使用咱的语言文字。是，嘿，就以上。好，多谢。我嘛要分享阮伫学台语的初期，张医生是我的老师嘛，伊就迄阵用 email， 伊就讲台语会使安尼写，伊就写迄个念做伙的啦，无连字符嘛，无声调的，就是敢若拍遐个罗马字出来尔。因为有一个状况，可能你无输入法。你只有安尼拍，毋过你嘛是看有啊，对无？咱若会晓迄个拼音的人，无符号无连字符，拢共款看有啦。所以，但路这个思考袂歹，就是讲无共款呈现的人，拢互伊多元存在。我感觉这是好的啦吼。好，啊，你愿意较精密去甲学甲哦，安尼声就是安尼发，哦，安尼迄就是符合对你做有帮助嘛吼。嘿，安尼以上就是大家多元啦吼，尽量去创造台语的内容安尼。好，米志路上你有举手晓，你敢要讲话？迄个，我那个举一个例来讲啦吼，想讲随前变调即个啦吼，我自细汉在学，也无人甲我讲啥物符号啦，佮讲学台语啊，但我自然就会晓吼，啊是因为我了后去教学的时阵，发现有即个问题是咧，我甲家己去将我的语感。啊，甲迄个对照表画出来，所以咱迄个字母表迄个对照表，我会虽然变了，毋是有人甲我讲伊的第几条就是要变第几条，毋是人甲我讲的，是颠倒是我用家己的语感，啊，甲写倒转去，所以用这点来看，就是讲是毋是咱若已经足够讲啊，足自然在讲啊，迄就无遐要紧，毋过咧，咱会面对，咱以后要教外国人，也是讲甚至咱的囡仔也袂到真够进前，咱要教咱的囡仔是毋是嘛是有需要，所以这是我感觉讲，暂时咱嘛是一定要有遐个有一个较精准的即个符号来帮忙咱来教遮对台语无解释的人。对啊，所以这个讲来到尾啊，就是讲吼，你若有愿意要做的啦吼，你就是去做就对啦吼。去做的原因嘛，毋是学袂做啦吼，就是咱有这个学术上迄规范式语言学这个物件啦吼。嘛是甲大家讲，社会上伫接受台语的这个。无一定拢接受啦吼，大家意见嘛真侪，毋过我感觉这不要紧吼，你会当做啥你就去做吼，这是家己心内爱坚持的。
我即摆要甲大家讲的，讲即张表吼，其实就是你即路上林老师像伊讲，伊家己用个语感，家己安尼做出来吼。即张元素就是伊做的啦吼。即张落尾就是咱玉达吼，裕达迄个教科书的迄个厂商，我有授权互伊啊吼。就是会当咱即个若有买册啦吼。你若讲透过迄个阿西亚搁个传播社吼，我拢会当送伊一个吼，就是即个 L 夹安尼啦，搁有我表吼，所以即拢有做清楚的吼，比如就要安怎标调吼，到后部安怎标吼，咱的即个随性变调、一般变调、轻声、爱情变调，拢有伫遮注解，这一定就是爱有基础的才看有啦吼。要甲大家分享讲，其实做一寡代志啦，社会无一定会接受，毋过咱袂使因为安尼无做啦。我嘛是继续做吼，这自来进前我拢是家己出钱，家己去印的。旧年约旦跟我签约吼，我所以就印出来，就是拢去送人，迄毋是买的吼。你若是有需要，嘛会使甲我讲安尼吼。好，安尼，敢有其他有啥物人有啥物问题有无？若无咱就要来结束咯。咱超过差不多20分了。好吼，好，安尼。若无，咱就今仔日先到遮啦吼。好，安尼敢会使请各位开一下镜头，我翕一下相者，敢好？会使无？